每日聖言分享。常年期第29周星期四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。我有一種應受的洗禮，我是如何焦急，直到它得以完成。你們以為我來是給地上送和平嗎？不，我告訴你們，而是來送分裂。因為從今以後，一家5口的將要分裂，3個反對2個，2個反對3個。他們將要分裂，父親反對兒子，兒子反對父親，母親反對女兒，女兒反對母親，婆母反對兒媳，兒媳反對婆母。上主的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喺今日嘅福音，耶穌教導我哋：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。咁我哋知道呢，火呢就象徵住呢愛，呢個係最偉大嘅禮物。因為其實呢，天主是愛，而最大嘅禮物呢就係天主自己交俾我哋，送俾我哋。我哋渴望嘅所有美好都係喺天主嗰度，我哋所需要嘅一切都喺嚟自佢。所以聖奧斯定話：因為你為了你自己造了我們，所以直到我們能在你內歇息，我們的心永不安寧。一句說話呢，說明咗呢，人類內心有一種尋求天主嘅渴望，人人都有。唯有在天主裏面，內心先至能找到真正嘅平安同埋安息。嗰係內心嘅渴望啊，意思係人類呢嘅內心本質上係為天主而受造，同埋渴望同天主結合。呢一種渴望驅使我哋尋求真理同埋幸福，最終嘅目的係找到能夠使我哋滿足全然服侍嘅天主。無論我哋點樣尋求呢，內心總會有一種不安寧或者急切嘅狀態，因為外在嘅事物呢，無法真正滿足我哋嘅嗰啲財產啊、名譽啊咁樣。只有將心安放喺天主嗰度，先至能夠獲得真正嘅平安。聖奧斯定都話呢個尋求係一種旅程。呢一段說話呢，就描述咗呢聖奧斯定尋找天主嘅心路歷程，強調呢一個不斷尋求、充滿掙扎嘅旅程。我哋不斷咁樣去奮鬥，要克服自己嘅驕傲啊、自己嘅妒忌啊、自己嘅懶惰咁樣，最終喺天主裏面呢走到平安。所以我哋唔平安呢，其實係好似天主提醒我哋。你要揾我啦，你做嘅嘢呢，先要揾我嘅光榮而生活，咁樣你會得到自己靈魂嘅平安。